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咱台南呢，除了讲这个古迹甲美食呢相当出名以外呢，那么其他相当重要的这个资产哦，就是咱的庙宇，也有顶头的文化。啊，其他呢，咱若是来讲到吼，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文化。重要意义的这个庙宇呢，就是全台西来庵。所以今仔日呢，咱的节目特别邀请到全台西来庵哦，因的团队到咱节目当中，要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咱今麦就一一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全台西来庵的董事长曾正义曾董，欢迎您。主持人你好，我是全台西来庵董事长曾正义，大家好。好，欢迎您。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文史工作者谢奇峰老师。大家好哈，我是谢奇峰哈，是文史工作者，对家长哈真有兴趣研究安尼。好，小等一下要好好来个请教哈。好，这介绍的来哈，咱们来介绍的是西来庵这吉圣堂的10家将的老师，我们欢迎林清澈老师。你好，大家好，我姓林清澈，外人叫我清澈啊。我目前西来吉圣堂的家长目前是由我来带领，谢谢。是非常欢迎。那么接下来这位哈，他就是咱西来庵吉圣堂哈，他是本身就是家将的一员。那我们现在来欢迎这个成员林俊义阿姨呀，欢迎你。主持人你好，观众各位朋友大家好。目前我是担任团队里面脸师跟指导其他成员的人。对，好，非常欢迎咱4位来宾到咱节目当中。好，咱节目一开始吼，要来请教曾董啦吼。曾董，其实吼，咱知影讲你自细汉就是住伫咧这个庙的边仔遐嘛，所以吼，要讲到这个全台西来庵吼，你都上介清楚的。所以这个历史渊源哦，是唔甲咱的所有观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讲到这个全台西来庵呢，我是这个民国35年呢。伫这个西来庵的庙边，也是即马的这个西门市场大菜市伫遐出世的。因为这个西来庵对这个西来庵的历史，可能我会敢讲我上了解。因为这个西来庵呢，自这个清朝宫、清朝的清朝宫，这个年代呢，有这个大陆。有一个商人呢，伫大陆呢福州请乡会过来，这个当时的这个顶仔脚现出席的这个青年路，这个乡会来调治这个青仔脚的这个树仔林安尼。因为这个乡会伊囥伫遐呢，伊袂去退走。所以。这个当时，伊这个西来庵，伊当时伊就是会使讲，古早讲这武陵宫，人讲这五湖大帝，我伫这个当时的顶仔脚，这个伫遐显化，伫遐显化咧，遐百姓拢有感应到，有感应到呢，因为当时呢，以我所知的，咱这个五湖大帝有2个庙。一个庙就是白龙庵，因为当时这个白龙庵就是官方咧拜，咱平常的百姓袂当去遐参拜，所以迄站呢，这个因为这个五大帝也伫遐非常的灵感呢，也有经过这个知府官方的这个认定，伊边仔呢，迄站这个知府爷门也住伫这个青年路原始庙的边仔遐，所以官方有认定，所以较怎由这个百姓牧主来起这个西来庵。伊当时这个西来庵乡会非常的旺盛。因为西来庵伊的传统性就是有这个10家将。咱上古即马讲的是8家将。因为这个10家将呢。古早这个西来庵有一个兵剧团，或者义兴社，义兴社甲这个10家将呢，搁伊这个西来庵，伊这个胡乱，由这个义兴社遐伫遐咧胡乱，乡会非常的旺盛，
到这个大正4年，也是民国4年的时阵，这个余清芳利用这个西南乡委洪胜利用这个民间的这个信仰带这个当时日本人的统治呢，对咱台湾人有较这个较薄情安尼，所以余清芳伊较利用这个老百姓的心理，含这个劳准、工丁、所有制，因遮有志人士甲这个陈清德有意见啦，有志人士利用这个西南的这个庙会，募资金钱，甲运用这个运输一寡军火，甲这个伊当时会使讲伊个德国斗菜刀啦，拢一寡遐派人捕下啦，伊个来组立一个大明自闭国，关于着这个西南的历史呢，可能咱咱遮的民间百姓拢知影西南的历史安尼，因为当时民国4年，伊这个抗日的这个代志呢，去互一个当时日本警察。陈氏日本警察呢，来这个发觉，大去涉入去甲这个日本政府通报，所以当时以这个日本政府较开始来处理这个西南来了，这个西南，所以迄阵呢，就是引起了这个抗日事件呢，让德国斗菜刀拍命，以这个日本政府伊的这个伊的回令安尼，所以。对火烧南镇派出所，当时呢，这历史上西南事件也死非常侪人，死非常侪人。这个人西南的庙也被日本人来拆掉，所有新村拢有请去烧掉安尼，拢请去烧掉。因为就这个大正4年，民国4年呢，抗日失败呢，咱这个西南怎变做全废掉，拢总无去。来到这个民国这个38年呢，已经咱民国34年咱光复了，民国38年由这个当时的抗日志士赶了出来呢，伊这个全伫这个咱这个现在台南市的这个正宁街50号，做牛庙后遐，伊民国38年，较全伫遐这个木珠伫遐起庙，到民国这个41年，这间西南第2代西南呢，已经起好。41年开始陆陆续续，西南有这个，比如讲由当时清朝时代、日本时代的时阵，有这个义兴社兵剧团，以后因有交一块这个有交顶岛下道，这个下道。现在还有保存伫，即摆咱第3代大兴街的这个西南的这个大殿头前安尼，民国42年，这个第2代的西南较全这个落成安尼，迄阵我拄好8岁，迄阵因为我会使讲伫西南庙边伫遐出世，伫遐土生土长，伫遐大汉，囡仔时代呢。西南来咧行老日，我来讲了，来讲了安尼，到这个了来，咱西南有人去组立一个民生社兵剧团。这个民生社兵剧团呢，是由这个西南正宁街50号咱西南庙边呢，遐有一个女社，女儿姓女，双口女，有一个这个西瓜做西瓜大盘商，做卢怀清先生因。这个翁仔某，因太太，阮听大家拢叫做姐官安尼。尾手呢，这个西南民生社兵剧团，较怎来改做西南歌戏团？这个西南歌戏团会使讲非常做这个演这个歌戏呢，非常的热烈。会使讲捌去这个永康的庙前边大庙。这个边有一个戏台，捌去遐公演，伊作者草地所在，这个野大院也好，甲国庙府咱台南市内，西南的高背景也非常的多。我囡仔时代呢，拢对因这戏团呢，对出对入，
因若要阮老爸呢，伊个带我去一个拖拉机顶悬，啊对，对遮，伊咧当时伊咧戏箱，做戏箱我拢对因出门，啊西南当时会使香火非常的旺盛，就是讲伊包括伊即个歌戏团，佮再来伊每年旧历的3月初3新明生呢，伊拢有即个过一个平安桥，迄使人山人海，迄阵我囡仔时阵，会使讲人条西南新明生会使做大戏，连续做一礼拜，迄阵啊，阮所足爱看的即个歌戏放剑功，迄阵啊放剑功呢，阮囡仔足爱看，到即个民国即个尾首到即个民国70几年的时代，即个咱正兴街着路，咱正兴街着路呢，即个为着即个要拓宽即个正兴街，阮西南有来配合即个政府的政策，所以暂时耍来伫即个即个正兴街边仔遐，一个中正里活动中心，中正里的里办公室，伫遐做一下暂时伫遐安居咧。到即个民国80几年咧，有一位有人阮西南的即个家长，我因为以早48当前咧，我有人西南的即个北家长，因为当时阮西南即个北家长，即10家长咧，非常便老练咧，就拢有即个，阮主公若出门就是家长，拄迄个跳七爷，有一个，一个跳七爷迄个杨，一个杨，迄个姓杨伊要做兵，要手遐老大，问讲，我有意向无？我因为为着新名咧，伊对西南的10家长，非常有即个兴趣安尼，所以我有啦，来学即个，西南的即个，10家长跳即个，迄个。7年安尼，我跳了2年，跳到迄位杨氏的即个杨耀成先生呢，伊请我转来，我甲共同大家咧参与即间西南，即间西南会使讲非常的历经沧桑。你看嘛，日本时代非常旺盛，抗日拆掉，佮再来正兴街第2代，佮为着配合政府道路拓宽呢，佮被拆掉，到即个杨氏，即个姓杨，即个杨耀成先生呢，伊也无管即个土地50几坪，伫即个现在阮第3代的即个西南，而且现在即个正兴街178号，虽然伊50几坪无够，不足的钱由阮即搭遮的遮个董事会，迄阵我已经担任，我担任即个西南财团法人的董事长，迄阵大家咧募资，阮遮董事会，阮遮所有大家对即个阮西南的新名咧，大家的即个信用，大家也足而咧敢开钱。虽然大家经济无足好，但是为了新名出钱出力，将第3代的即个西南来甲伊完成。在民国即个90年庙起好，较来庙来落成，安尼到即马现在每一厝的即个西南的即个教室咧，包括我民国79年的时阵咧，我个即个西南有一个男孙，因为西南咧伊的景观非常的济，西南因为即个5大地拄有2码，我拄则所讲的，就就是即个白龙庵，就就是西南庵，当时所以讲若香火旺盛，是西南庵比较有较歹势较占悬，会比即个白龙庵有较旺盛安尼，所以景观非常的济。所以民国79年呢，我甲遮阮遐一寡遐老大呢，大家讲无大家出钱出力，搁再来即个来南巡安尼。所以民国79年有南巡有3暝4日，当时伫即个咱南部呢，非常
非常的热烈，非常的轰动安尼。哦，迄阵啊，尤其咱个十家将，哦，咱个十家将的即个表现呢，会使讲轰动南部安尼。哦，到即个民国80年，哦，搁再有做一颗即个王春桥。这个王春桥呢，那是由我来担任即个主任委员。哦，非常的即个哦，非常盛况空情就对啦。哦，非常的热烈安尼。哦，而且即个79年南巡，80年即个王春桥。哦，这种由我一手呢，到即个民国，即个咱90年呢，哦，90年咱庙落成了，哦，咱92年有做一颗桥，哦，所以这个王春，咱这个桥呢，也是非常轰动。到这个了呢，因为我嘛想讲，哦，因为阮老一辈拢想讲，这个西来庵就是对福州的这个白龙庵分出来，是对遐分出来。老一辈拢有这个想法，但是阮这辈呢，在我心内，我常常咧想，福州有白龙庵，哦，台南有白龙庵，咱台南有白龙庵，福州绝对有西来庵。但是这个问题呢，也是要由阮遮，阮遮当事我遮大家，阮搁落去找，搁落去叫人去调查，查出讲福州遐有一间叫做三地兄台，三地兄台，搁有一寡含阮西南有牵连的遮，但是阮有人爱去遐找，所以在民国106年呢，民国106年的时阵呢，我有那个这个组立，这个两花五福大地大会乡，当时200-300个，200-300个，迄站会使讲去到福州呢，也是讲一句实在非常的轰动，尤其咱个十八将，因为当时咱个电视台，咱有人派，咱伪装呢，专程去遐录影安尼，这个镜头相信讲，会伫咱个这个，会互咱这市民、咱观众呢，咱会来，大家共同来观赏安尼，所以呢，这个阮民国106年，这个大会乡转来了，因为是安怎我就做会乡呢？咱敢有感觉讲，咱台湾的庙宇去到大陆，就是挂香、进香、挖祖、一祖对啦，是安怎？阮西来庵去做会乡，因为阮唔是去认祖，因为现在福州阮去过，所有足侪福州的庙拢拆掉，拢全起一间大，好像那公寓安尼，包括现在福州的西南嘛相像，了阮106年了，转来有去三地兄台了跋杯，就是讲光复了的这个西来庵有去遐请香会，因这个福州三地兄台，因遐有人讲因知影讲因为阮西南的主神，即摆讲的讲阮西南的主神，就是伊这五福大地有5个兄弟啊，因大陆做5陵公，咱台湾做5福大地，有5个兄弟，阮西南庵的主神就是宣灵公老婆堂排第3个，因这个三地兄台，因有老甲阮解说讲，因知影讲，因遐有甲因指示，讲现在因本庙，因三地兄台本庙，的这个老三个走来伫阮台湾西来庵，伊也知影讲，阮西来庵的这个光复了的这个的神明，就是对于三地兄台过来，这到这个106年，爱甲一段落，因为抑阁找无着这个西来庵啦，甲知讲光复了，因较早的老大有去这个福州三地兄台请香会，
啊，这个历史啊，阮当时啊老辈啊拢无讲，吼是阮去802年去福州所知影。到这个民国107年初呢，因福州遐有这个阮苗栗遮联络，讲因福州明后关是闽是这个闽南语的闽，后是朱侯的后，讲过这闽湖县，有一间西南庵，讲阮西南就是对因遐来的，但是阮有若半信半疑，当时我甲请阮西南的馆长，也是咱这个咱台南的这个文献委员会这个郑道聪的委员呢，伊本身较过去咱福州的西南庵，伊较过较伫遐清洗了有这个有吻合有迄了伊较伫遐转来有时有甲我讲了，阮再伫阮西南再请杯因为我是拢以跋杯为准，因为阮西南无咧问事嘛，从这个下了我咧换了就无用问事，拢用跋杯安尼阮姓名因杯讲既然阮遮有去探讨，无要紧你要去阮遮阮较有107年阮有先过了呢，拄即个因为阮90年西南起庙起好，阮原有执行街50岁啊，有若有一寡是，还佫有5新5好大地怎啊留伫即个执行街的即个徛，即摆现在西门市场执行街的3号迄搭遐啦，遐有做一个西来庵纪念馆，当时柯添财做市长呢，伊怎啊用迄个所在，因为当时历代西来庵呢，伊有千草商场、西门市场遐足侪信众拢过是拢拜五大帝、拜老祖公的，所以怎啊即个柯添财市长怎啊用迄个所在，互阮做西南纪念馆因为拄即个旧年呢，旧年咱西门商场要去福建，要恢复到日本时代伊的即个伊西门商场，伊当时日本时代即个即个咱李梦燕代理市长，甲咱文化局叶局长有来找我，有咧甲我拜托，讲迄个所在呢，爱拆掉，为着即个西门市场要维持日本时代的这美貌名馆，来和我搭合，我无要紧，阮庙方绝对配合咱的市情的建设，当时呢，伊即个咱李代理市长有含即个叶局长有阮从即个第2代徛讲西南纪念馆去五尊的即个5大帝的时阵，阮怎啊在旧年民国107年，阮遮个在怎啊请过分怎啊会叫做薪火相传，伊遐有庙无神，阮的祖庙千几档的祖庙有庙无神，所以阮佮将即个第2代阮的5大帝，佮请过互阮的即祖庙即个闽湖县的即个西南庵去遐互因伫遐祭拜安尼。即个旧年底阮庙方遮有若感应着讲，阮5尊神明去，因迄搭遐因遐袂晓，讲有这小兵拢袂晓。咱遮当时咱的神明过呢，有若有一寡边面有若爱过嘛，拢有若伫遐安宁阮遮有感应着讲，我即个旧年呢，阮庙的副董事长有若有招几下过去遐甲即个小兵安宁安尼，即个听讲阮庙后个月10月有若要过去阮的祖庙要去小兵安宁，即个阮即个西南庵呢，会使讲非常的即个因为是讲庙无即个庙产，
啊，但是呢，为着这个咱的这个新名咱每一代，我是对阮顶代留落来，那我来延续过来安尼，我希望讲，是不是我以后我的后一代者会当讲继续来继承着讲这个咱西南安的这个的这个精神安尼，继续讲香火旺盛，随是讲阮西南包括阮的这个十家将，阮的林老师呢，甲阮这个阮这个文书工作者，这个谢老师拢非常来帮忙阮西南安尼，这个谢老师，阮大会乡也拢有参与着，搁再来，这个当最近这个叶厝家高雄叶厝家夜巡，135年的夜巡，阮西南有参与，会使讲阮谢老师拢非常的这个尽力，咱柜台，有若搁派咱伪装，有若过去也传承有影，包括这后续的遮，甲由阮林老师呢，甲阮文书工作者，甲由于甲咱这个主持人报告安尼。好，感谢，谢谢。非常感谢曾董甲这个全台西来安这个历史演员甲伊的发展的讲啊非常的清楚，而且咱知影讲曾董自细汉伫迄附近大汉啦所以其实对咱这个庙事拢非常的尽心尽力出钱个出力哇，真正互人足感动的啦好，那么咱除了感觉讲这个全台西来安呢？大家联想着讲这个西来安事件、大巴黎事件，这非常有名以外，会当讲因为咧主属的是这个五福大帝嘛，对不对？那五福大帝其实跟这个石家将它的起源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渊源所以这个部分，咱来请教的文史工作者谢老师。你好，其实迄个五大帝信仰甲十家将的信仰这早期伫大陆迄个原乡的时阵福州的一个非常兴旺然后足侪人咧信仰这个所在，嘛把信仰互官方感觉足迷信，来甲禁止。那我包括清朝过来咱台湾的时阵嘛是有这个现象嘛是有甲禁但是禁嘛无效，因为这是大家信仰的所在到尾的时阵，隔壁西南嘛有北龙岗嘛有，其实上大差别就是讲北龙岗是官方咧拜，咱西南的话，咱是民间咧拜。但咱伫民间，咱伫日本时代的时阵，咱佫有加一个胡鸾伫遐。咱就是因为照着胡鸾，然后出神书，拢来祭祀甲大家讲咱大家要相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果。伊就是一直咧做册。所以讲咱全台西南的时阵，是一个最重要的神书的流通的所在。咱拄仔庙里有付出两部册，一个是《静心篇》，一个是《喜心术》这两部册是咱靠咱胡鸾所付出来。了后时内底咱嘛印刷做侪经典出来伫全台湾咧流通。尾就是互伊清风靠着假借神意，靠胡鸾这个物件来抵抗日本比如讲抵抗日本尾造成伫咱台湾上大面，日本时代上大面人嘛，迄时阵有800几个互判死刑，嘛引起国际的重视。尾就是因为这个事件非常重大，有人有800几个人要判死刑，尾了有做反省的动作。这个但是因为安尼时阵，造成日本政府对咱民间的宗教就开始爱了解，去做调查。但是咱北龙岗甲西南有啥物无共？咱尾咱就变一个八部堂伫迄个所在。咱本来是张江老书调，有5部了后，时阵，佫有加一个牛部、雷部、王部。所以讲咱就发展无共款的系统出来，包括伫日本时代的报纸的报道内底，咱北龙岗甲西南的家长拢有咧出庭，相比的时阵就是西南比较人气有海引用非常热烈。但是西南的家长甲北龙岗的家长有啥物无共？其实有一个足大的差别，就是讲咱北龙岗的家长伊是避中军带头，但是咱西南是无共你即马伫台湾你有看到拜李大神的这是阮
西南的家长头。哦，所以讲后摆西南这个系统，伊就是会历代性。哦，然后西南的系统内底，伊佫有甲发力，因为西南内底早期有乌头发力，伊是破案牌的发力。哦，佫有甲家长。所以讲西南的家长，伊是用着发的。所以讲，伫西南的家长内底，伊有当时啊，伊会做白鸡制服的这个科技。西南要做白鸡制服呢，其实有一个重点是讲，你经过用白鸡来制过了后，咱这个电体护龄家长吼，伊能力吼会佫愈啊强，佫愈啊好就对啦。所以讲伫外口发展的时阵，就比甲别人有是完全无同款的迄个系统。啥？有北家长甲10家长，其实是伊的成分内底的差别。然后一般咱无有文武车牙嘛，迄个传染病的迄个系统，壁有一个树种，就是有大七牙、八牙啦，佫斑杯牙，迄个咱讲的头前是树种，壁佫有一个树柜，叫春夏秋冬，安尼就是八牙嘛。所以讲一般人拢会讲安尼叫做北家长。但是一般咱是属于地级的神明，咱五福大帝，咱属于地级的神明的时阵，咱会加一个文判甲武判，这做10种，种10家长的由来是安尼。但是一般会配甲10种，除了是咱地级的神明以外了时阵，咱的神爷像富冠神皇啦，伊这嘛拢会当配属这个这个10家长，所以讲这个家长的部分，刚开始就是拢为北龙甲西龙，慢慢甲发展出来。哇，谢谢老师的说明哈。咱知影讲这个全台西来安叫做极盛堂的10家将，那就是说，在西来安这边的变工是极字辈的嘛哈。这个10家将，咱来签告这个林老师啊哈。恁的10家将的特色是啥物？10家的特色哈，一般我们在编制上面，也阮后边头谢老师讲，阮后边有春夏秋冬4个步骤呢。的升格，按的升格是拢关于一般的家长去哩啊。所以在一般家长内底，以五大地这个系列部分的人的家长，较有法度去配属春夏秋冬4部门。升格爱有够，是。所以一般因一寡王爷出来，照你讲因会来，有当时啊，他们要出军，伊会希望讲有家长通好教。譬如讲，我要去进香，还是要出去出巡，有当时也会召奖，咱咧讲叫召奖，来召家长来出门。一般家长的配属是拢伫咧五大地顶面内底，所以我看到的王爷家长，一般拢是来搞五大地召奖去用的。是。所以一般还佫有其他什么款的神明，像讲出巡的时阵用到家长。用到，真济啦。除讲他们因神明需要讲有家长去帮因。好教，譬如讲我今仔要去进香啦，还是讲我要出去出巡，需要着迄个家长伫外口，伫头前咧帮伊出巡。万一拄有一寡歹物啊，希望讲这家长去甲排除这妖魔鬼怪，是安尼。所以一般啦，五大地出门的时阵，靠出数柜的数步等出门。是。对，其实咱讲的这个家长，除了说这个宗教的原因以外，它其实也是慢慢变成我们一种文化资产呢，对不对？那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10家将，还可以当到老师因为我伫我即马57嘛，我伫咧超16、17岁时阵就参一寡同学啦。是。较早是上较接触的是伫。大兴迄边，咱即马北龙湾迄边，同一寡同学有熟悉啦，慢慢去接触着家长这块。是伫咧白龙安迄边。白龙湾迄边，然后参一寡同学去熟悉着，慢慢去接触着家长这块。后来咧，我参一个姓林俊辉，伊即马是咧做道长啦。伊较早就是伫西南出去的，伊较早嘛是伫西南。伊算我算招8年事件的主角，迄间庙伫玉井招8年的庙，迄间是因咧管的啦。伊有那是伫西南学法啦，做家长，都有欠人，就叫我去遐斗练，为遐开始慢慢接触到西南系统的家长部落来。
尾啊慢慢到现在安尼。是。哇，所以这嘛是无简单，所以你吼，遐尼济当来吼，哇，16、17岁就开始吼，接受着这个家长到即嘛吼，来作为老师吼，来传承这项技艺，这是真的变成我们这个无形的文化资产，很不简单。而且我们知道说你还有传承给你的儿子哦，这阿姨呀是我们林老师的儿子，对不对？哇，那时候你是因为受到爸爸的影响，所以你才想要来加入这个10家将吗？对，小时候觉得很帅，很帅。对。对，可是长大之后接触到这些文化，你会发觉到帅是没办法形容的。哦，对，因为当中有很多辛苦跟血泪，对，是只有参与者才会知道的。对。对，真的呢，你其实要练这个10家将，不是一般人可以练得来的，对不对？哇！但是影展吼，咱会当讲这个8家将10家将吼，其实有一站嘛，吼感觉讲哇，迄敢是一种佚佗囡仔啦，吼不良分子啊，还是社会乱源等等才会去参加这个10家将、8家将。所以之前也有发生过这个白龙庵吼，就是很有名的如意真寿堂那个家将吼，那个。里面的那个已经今年78岁迄个老师傅，伊迄阵就开始讲不爱收徒弟，对不？哦，然后后来是经过我们这个区公所啦，还有地方人士觉得说啊，我们这么棒的一个文化资产，如果就这样子不见了，非常可惜。所以其实有去跟他努力劝说，然后后来他才有在收徒弟，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想请教阿姨呀，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我们看到阿姨呀长得这么帅，然后又很正派呀，然后他也有正当的工作，然后做人也相当的棒，所以其实怎么会说是不良分子流氓在做这个10家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对不对？对，所以你们还是要看带头的人啊，如何教育其他人，对，如何给他们一个正向观念，让家长不会去反对，让我们也可以好好带，对，主要这种东西还是不以盈利为主啊，对，不以盈利，对啊，真懂，像讲咱内底这个那个10家将成员，大家拢做优秀的，对不？对不？尤其阮去这个福州大会乡，去到倒数去到每一个所在呢，大家拢非常学了阮这家长的素质。对。因为当时我所知影，因遐有个在职的大学生，有在职，要读册。对。我顺底有下面有咧开讲，伊咧谈吐讲啊，迄素质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也相信讲，这个阮西南10家将交予阮这个林老师呢，阮爸仔囝，来传承安尼，所以我这也真放心安尼。对。所以我特别讲这个有人咱柜台咧讲邀请因爸仔囝，甲咱这个谢老师，来这个来咱家，这个我们阮西南的这个庙事，甲10家将，因为阮的庙宇呢，就是讲要这个要插一间庙，就是讲人讲10岁9鸟啦，但是主要讲咱这所有法师大家啦团结呢，心肝啦正，所以这个拢无这个问题安尼。所以我也非常讲感谢讲这几十年来，阮西南所有这党干事，阮尤其这工作人员，每一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家任劳任怨，出钱出力，这点呢是讲我一只非常对因，非常的感谢安尼，我希望讲，佮再继续，阮西南会当讲在这个庙宇界，咱这个文化，咱这个庙宇的这个文化呢，会当继续这个传承落去安尼，这是我上大的这个愿望安尼。好，谢谢曾董。好，那林老师，像讲你咧带这个家将，目前你的成员有几位啊？目前有17、8位。17、8位，然后每一位成员他是不是他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我是让他们都给每个角色，我们去看，我会先去看他的外形呐。看外形。对，如果说矮胖胖的话，我会你当去里啊角色啊。较适合的。高热热较悬的，你当去先大呀角色啊呢。我们我先以那个体格去取决说你会当先暂时跳这角色啊呢。原来含人迄个咧拍电影咧选主角有同款的意思。当然说那个角色角色也是要配合他的体型来跳啦。你袂使叫一个足大块的人去跳大牙吧？
哦，哎，所以阿义是你刚刚有讲过你是做什么？对对，我跳舞嘿全部都有学到，全部都学到，对因为可是像他就适合什么？他长得高帅啊，跳大牙，哦跳短牙哈，短牙就是高帅这样子。七爷，哦，对，就有适合他就对了。哦，对啊，那所以其实他们各种就是包括他们的装扮啊，跟他们拿的法器什么，也都是有特别讲究。哦，有，像那个我们如果说从开始来讲的话，头前是香菇牙，哦，香菇的些一般是拢打一个香搭。香菇顶面就是一些很多的形序，像咱咧讲香菇啦，就像咱顶是讲较早咱咧香环人遐一寡香菇，对，他是去抓鬼抓那些。对，抓鬼啊，底下咧掠鬼的。对。啊，过来就是两位文武车牙，哦，文武车牙一个是牙王旗，一个牙王灵，他们是负责迄个传导迄个王牙，还是讲主讲要发定讲今仔日要做啥物代志，比如因两来传灵啊呢，哦，啊，过来就是两个甘友将军。咁我将军就是牙盔是牙板杯，嘿，咱等于讲较早咱咧讲犯人，讲卡生犯人迄个刑犯人安尼，后壁就是大牙梨啊，就是咱讲谢范将军，哦，谢范将军，阮的谢将军，伊就查理家，范将军杀虎头牌，嘿，啊，过来是树鬼，哦，树鬼就春夏秋冬，冬大神，我讲秋大，春大神，春大神他是拿一个，伊咧讲，因你即摆演化过来变摕花拿，其实伊是一个木桶。哦，咱是古早咱咧兴犯人的时阵，兴啊薰嘛，我用水桶遐泼水泼精神。对。啊，迄是甲木桶。一个邱大神。春大神。啊，毋过事实上就是讲家上应该拢是查甫的对无？是。嘿。啊，伊是伊是春大神，伊是因为后壁的人讲一个木桶都无怎好看，所以插一寡花。哦。啊，花演变到后壁的人，啊变出门摕一个花拿。哦。其实是一个木桶。啊，夏大神就是一个火盆。火盆就是咧捞遐个铁具咧兴犯人的。是，啊，迄个邱大神伊就摕金刚腿，就是咧讲遐个妖魔鬼怪。啊，东大神伊就是抓一只大蟒。蟒蛇的话，就是说在吓唬那些妖魔鬼怪的法器。目前加上就是这部分，啊后壁个配备的文武判，文武判就是摕一个毛笔咧记录这今天的善恶的事情。啊，武判摕几只鞭，专门咧拍这个妖魔鬼怪。目前我们的成员，他法器还有他的成员大概就是这样子。哦，所以都要经过考究。所以我们请教那个文史工作的谢老师哈，那石家将其实他这样子的一个庙宇文化，在我们看来，其实它是真的相当值得保留了，对不对？对啊，因为实际上重点一起仿拟官府组织里面的那种巡捕制度嘛。哦，洪三公啊，一起修仙就是惩恶嘛，赏善嘛，所以说他就是在我们的阳间本来就有官府组织，但是我们阴间也有啊，其实就是像那个城隍爷一样谢理阴阳所以说城隍爷有的家将团其实咱那个五大帝嘛但是依从这个来源来看的话，东西。一般的传说故事是以五大帝的它比较多它的传说是最多。但是后来我们一直在考证那些工具，包括一公刑骨这些刑具结果是早期清代里面的刑法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价还是利益价其实这个是看你的犯罪的程度嘛，它犯罪越重它那个给的厚度会越厚然后它有一些用指甲的东西刑法的东西很多夹棍，所以说里面其实都是跟以前的那个刑法的组织里面跟官府的组织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阳间有这个东西，阴间也都有因为我们五大帝就是管除瘟疫的嘛然后就是抓鬼的所以说有一些东西的话，就跟阳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这种组织其实在很早期就一直把它流传下来。其实这种文化其实是好事，重点是我们家将团我们要有过滤，把它的成员做好让来参加的家长让他能够放心这个才是重点我觉得我们西兰都有做到这种程度。你如果说你
我们观察一个家将团体嘛，看他的秩序好不好，旁边会不会家将团跟旁边有女生啊，还是说有人这样聊天啊，还是行进间有抽烟啊，还是怎么样喝酒？这个在我们西兰一定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其实自己庙方跟家将团对这个要求很重要。其实很多人都明目在看我们怎么表现但是大家都要努力。对，这大家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才是大家以后才能认定。因为现在市定民俗里面家将团体里面有很多政府对这个都有在认定所以说我们庙宇自己的人也要把它做好，才能做到社会的肯定。对，所以真的呢，这个西来安把这个石家酱做的这个素质相当的好，让我们这个庙宇文化真的会优质化了哈。好，那其实呢，我们一般民众对于这个八家将啊、十家将啊，其实都觉得哇，充满神秘的色彩，尤其是他那个脸谱。好，那我们知道里面说有面师，他会为家将开脸，那这个部分大家很想听听看的，来，我们请老师跟我们讲一下。目前我们的脸谱是有依照，因为早期一些老前辈嘛，包括文钦师啦、姚兴师这种较早家将的老前辈，到来到我的手里面在用。目前因为阮西南较早拢记录一寡面谱，我就照伊的面谱画。恁感觉有画图的基础，无画起来，我应该是本身就有天分熟能生巧啦。因为阮囝阿姨啊。伊就对家常底有有兴趣，伊慢慢就伊讲无，因为较早阮都会拜托人民书来画啦，不过画起来并无我们西兰本身的味道。阮家想讲无回去，我们就自己来画，是这样子画，我跟你讲。所以他就变成面师，慢慢去接触，慢慢画。真不简单哎！你会不会觉得画那个很难啊？很难。很难。对。你本身会不会画画？不会。不会哇，那还可以画那么难的脸谱，就要真的很努力，用心去记。对，而且神明有给你保庇。那一定爱。是像，阮咧开面进前一定爱点香的冰雹。阮开面进前3天嘛是爱吃菜。嘛袂使进女色。它就是有一些禁忌。对。基本上脸师跟家将是同一个系统。对。该遵守的禁忌还是要遵守，这样子。所以就是由你来帮你们那些成员来画脸，是不是？是。哇，那你这样子，你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对啊，有时候还要画自己你还可以自己画自己哦。哇，这是我的师傅教我的。对。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阿姨真的是石家将里面相当杰出优秀的一员啦咱嘛知影讲其实家将像讲伊就是为画面开始，一直到伊出嚟了后，弄有一寡禁忌，这禁忌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谈一下，让大家也可以了解说，家将其实是很辛苦的，而且如果说我们有遇到的时候，自己也不要去犯的那个禁忌，对不对？像一般民众的话，就不要去接近扮将的那些人不要看他。对。如果有需要饼干或者是福利，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接近。对，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对，我们自己也是这种心态。对。然后像家将是不是听说好像画脸之后就不能讲话？对，是有这样子基本的自我要求。我们自己办神就是要类似军队这么有纪律。要有纪律。对，自我要求。当然开口是一个很严重的禁忌啊。对。所以就是有些这些禁忌，那民众就是说也尽量不要靠近家将，我们就是远远的看他，有什么需要跟别人讲，他们会再去跟家将讲。哇，对，其实我觉得西来安这样这个石家将安尼慢慢给发展你像这个先玩有慢慢这个就有挑选过的嘛，对不对？我们从这边开始做优质化，那其他的家将人看到了嘛，讲人去团拢和你有地属，和你有规律他们自己也会在挑选成员方面就会多加的注意，然后这样慢慢的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庙宇的文化慢慢的让它越来越优质，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真的很值得保存哇，咱这波进行搞家今天听下做精彩了但是就是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请在场来宾每位1分钟，帮我们做个结论。那我们先请曾董。是讲，这个每一届若有庙会，我拢有咧观看白金庙宇，伊若拄好是家将，
经过阮庙前也好，是啊是比如讲去看人北京的庙宇的这个祭典的老练，哦，这个是家常，我拢有咧看，啊咧比较，啊所以看别人的，搁再来看着阮家己的，是讲一种非常最大的安慰，就是讲阮无输别人安尼。哦，赞的啦哈，那谁来？那石家酱真的是很棒的。好，谢谢曾董。好，来，我们请谢老师。其实我对家将文化，我觉得讲你扮相的人一定要知道说，我是扮演神明侍卫的角色哈所以说你一定要遵守神明所有的规定所以说扮相者一定要是我可是神明已经降价伫我这个所在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有神威，你的行为举止一定要非常的庄严肃穆所以说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很高兴说家将。既然能在这一方面自己有在约束，自己要努力，因为现在早期对八家将，有的人都会讲8+9，其实是一个非常8+9对，是一个污蔑的意思，对，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但是如果说你有看到真正有家将团的成员为我们这个无形的文化资产在努力，有时候他们真的做得很好，我们也要给他相当的鼓励。对，所以说这是我看到目前说家将团体里面，他们算保持得很好的。对，其实我们很多这个家将，甚至现在也有一些到国外去参加比赛，对不对？因为它除了是一种宗教文化的力量以外，它也是一种美，一种艺术。所以今晚我做这个家将的公主团，其实到国外去表演，或者是说他们去参加比赛，其实是都有得奖的。而且现在有一些国小、国中小在推广这个，也是有这个家将像我们北区那个大光国小，就是他们就是做的蛮好的，还要蛮去传承的。去传承的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学校，你看这个教育学子的地方，他们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文化，然后让学生从小他就可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家将它是一个很棒的，你看像画脸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艺术美术的教育。你看虽然不会画，但是其实你这样画比赛也可以得奖的啦，对不对？就是美术，然后其实从里面很考究的，包括他的所有的法器头饰，整个下来这个对我们的文化历史的传承是相当重要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林老师。因为以我的观点的话，现在家将的部分家将文化的部分，一般人都会把它归类到阵头文化的部分。阵头文化。对，阵头跟家将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又不一样。比如说我今仔一间庙，我要今仔要闹热，我今仔要出去出巡创，要出巡还是啥货？我请锣鼓阵，请阵头，请家将。阮家将呢，比如讲今仔有家将要叫阮出门的情形下，可能说如果说伊7点叫阮去爱去报单，阮可能6点阮就要准备好啊。6点准备好，搁往后拉的时候，可能阮才12点阮在外面啦。等于规暝拢无困啦。你讲半暝12点开始画到6点。面画了，搁一个画足侪人。是啊，画面画了，搁唔敢困，今仔困啊一半去画地面。对啊，够辛苦呢。是等于前一天大概出门之前7、8个小时，我拢差不多在无用这个工课好，OK， 那完了以后，人电脑转去中间嘛转去拢最简单转，阮转爱去款物件，爱去洗面款这有诶无？所以阮的家将是比因袂当讲传承正统文化做伙讲，因为阮比他们累很多啦。对啊，真的呢，这个投入的，然后这个用的时间、用的心力、花的心血，真的是比其他的正头还要再辛苦。对，所以那我们不能讲正头，应该讲什么？应该讲我嘛不想讲嘞。应该怎么形容？就是石家将就对了啦。对，我们的无形的文化资产。我们文化对啊，文化资产嘛，对不对？很棒的。好，来阿义，有没有什么感想？感想对，就是还是希望很多家长可以不要有旧观念。对，因为现在年轻人小朋友会抗拒传统的东西。对。宁愿在玩手机啊，对啊，3C 的东西，对啊，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来体验，或者是尝试看更多什么叫做传统，而不是网络那边轰来轰去啊，酸来酸去的，打来打去，然后又伤眼睛。是，对，哇，
哇，所以阿姨其实是不简单的少年郎。除了爸爸的影响，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有发现说，其实这个家将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文化，对不对？对。哇，那他对你的生活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吗？你好像已经结婚了嘛，对不对？是。对啊，那你的太太会支持你吗？她很支持，很支持，甚至会帮忙我。会帮忙你。对啊，所以很棒啊，因为其实你如果把它弄成是很优良、很棒的那一面，不是公老出力还能去特写爬完 gay， 然后让那种形象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家将，其实这个形象都蛮好的，对不对？对。对啊，所以大家都会开始在注意这个形象问题。对啊，都会自律哈，因为其实可以当家将，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对不对？蛮是爱算哈。也是很累啦，不过他吃得了苦啊。要吃得了苦，对啊，所以可以做。要有兴趣，对，所以可以做家将，像刚才讲的，哇，半暝就爱起来画面，画面了，你搁袂使有白讲话呢，对不？所以这个其实要很有自律才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家将都是很棒的，才有办法。谢谢。对，好，谢谢。哇，咱今仔日非常欢喜吼，邀请到咱4位来到咱的现场吼，让咱了解到讲这个全台西来安也这个整个历史的渊源呐，还有他希望传承的一些石家将的精神。其实现在石家将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是可以在国际发光发热的。哇，好，今天咱再次呢感谢曾董，还有谢谢谢老师，也谢谢林老师，还有谢谢阿义。好，咱前面时下这波呢，就伫遮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咱再会。